最近台湾天气进入早晚温差大的气候形态，而温度骤降使血管扩张或者是不正常的收缩，都会提高疾病发生率。尤其是自身调节力及免疫力下降的银发族，更需防范健康问题。本期节目邀请到专业医师跟大家分享银发族冬季保养养生该注意哪些问题。因为早上跟晚上两个就是气温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主要必须要注意的大概是心血管疾病，所以大概一般我们比较担心的是会有脑中风的患者，或者是心肌梗塞的病情出现。那另外一个就是呼吸道的部分，所以特别是气喘的患者，也有可能在这个时间会比较容易发作。所以原则上是这两类的疾病。第一个当然就是本来有可能会出现中风或者心肌梗塞的高风险患者都要小心，所以特别是有三高、慢性疾病的患者、肥胖等等。那他如果过去有在服药或者在检查的话，那就必须要规律的服药，定期的回诊。在冬天这个时候特别的要小心，把过去要控制的病情控制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因为温差的部分，其实最担心的就是清晨的时候特别的低温，或者是刚入夜的时候也会特别的低温。那如果有运动习惯的话，尽可能可以的话就避开这两个时段。那如果一定要在这些时段出门，或者是比较特别低温的时候出门的话，那御寒的部分一定要做好。那这个可能是特别要小心的。那还有情绪的起伏或者是食量的部分，可能要稍微控制，避免暴饮暴食的情况。对，那除此之外，就是你可能随身可以的话，就携带一下自己的病历卡，还有目前服药的状况。那如果有一些紧急的用药，例如我本身是有冠状心脏病冠状心脏病的患者，那你可能随身的消化甘油片就必须要带着。好，那气喘的患者有一些临时的用药也可以带着。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可能要特别注意心脏的问题跟脑中风的一些征兆，特别是心脏的部分，如果你有胸痛、胸闷、冒冷汗的症状，或者是中风的部分，可以简单的知道，当有单侧肢体无力、嘴歪眼斜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比较小心，要尽速就医，以免错过黄金治疗的时间。冬天进补，中医师提醒银发族小心别补错或补过头。像对于冬天的话，我们在《内经》上讲说呢，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所以说冬天是一个很适合进补的季节。好，所以说呢，像老人家的话，平常的话呢，有时候开始慢慢身体就开始慢慢的有一些虚损的状况，所以说需要进补。那像是说一般来说呢，像老人家有时候胃口不好啦，或者是常常觉得说吃东西没有什么味道的话呢，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像是说四神汤这一类的药材，那它里面的话呢，大概就是山药、芡实，然后莲子跟茯苓，那这些呢，对我们脾胃的整个运化都有帮助。好，那另外的话呢，对于一些老人家容易说手冷啊、脚冷啊这一些，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比较温补气血的药材，像说呢，我们说像说十全，那这个我们说里面有四神汤就是补气，然后这时候呢四物汤补血，然后再加上黄芪、肉桂这一些比较温补的药材，那对老人家的整个气血循环呢，这时候都会有很好的帮助。像我们刚刚说的进补呢，是比较适合像说我们说比较虚的老人家，就是每天觉得说每天有点有气无力啦，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很累啊，或者是说人家说坐着就睡着的，像一些我们说比较体质比较虚的老人家，那像有一些呢，就是说有些常常说口干舌燥啦，容易上火啦，或者是说容易便秘的老人家呢，这时候他如果说比较属于一个比较热性体质的话呢，那这时候在进补的部分，我们在药材的选择上尽量就不要选择太温热的药材，那这样子的话呢，它会比较容易上火，反而说补了之后会更不舒服。至于冬天常见的药膳，像是姜母鸭、羊肉炉，中医师也要提醒长辈们，食用时要评估是否适合自己的体质，及记得要适量品尝哦。像姜母鸭的话，因为姜我们知道是一个温性的东西，像大家如果说淋雨啊、感冒啊，这时候回来会想说喝个姜汤，这时候驱寒一下。所以说呢，姜母鸭的话呢，它是比较适合说手冷脚冷这种寒性体质的老人家服用。那如果说像刚刚我们说的，就是像说容易口干舌燥的这些老人家呢，这时候他体质比较偏热，那就不太适合了。那像羊肉炉的话，因为羊肉本身它的性质是偏温的，所以说它也是适合这种虚寒性的老人家，这种容易比较热性体质的老人家呢，这时候呢就浅尝即止就好，不要吃太多。就
以像刚刚说的呢，因为这些药材呢，在商家来说都是加一些补性比较强的药材，比较热性的药材。所以说，像刚刚说的，就是说一些比较上火的老人家啦，或者是说有一些像现在因为老人家容易有一些像是高血压的状况，那如果说像是一些比较热性体质啊，那血压又比较偏高的老人家，在药材上的选择上就要注意说，那像这类的中药呢，是不是会去增加血压变高这样子？那另外呢，因为像补的东西都会像说炖鸡啦、炖鸭啊这一些，那有一些像糖尿病控制的患者呢，这时候呢，他们也要注意说，那在血糖上的控制呢，就是会不会受到这些中药的影响？要活就要动，引发长辈们在家跟着复健师一起动一动吧。因为日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说在冬天长辈出门运动，我们有一些建议。第一个，我们希望大家时间不用太早，所以时间晚一点，因为时间晚一点，气温就会比较高，所以就温暖一些。那至于出去运动的动作呢，希望大家能够和缓一点，然后呢强度自然就会低一些然后在做运动的时候，尽量不要太躁进，不要逞强，而且很重要的是，我们做活动的时候不要憋气。再来呢，出门运动，第一个一定热身要够，然后缓和运动呢，运动结束以后的缓和运动也要充足。那在运动之前跟运动结束之后呢，一定要做好保暖的动作。遇到风很大，可能要把自己包起来，汗水一定要擦干。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冬天嘛比较不会流汗，事实上冬天还是会流汗，而且南部的气候在冬天特别的干燥，其实水分的蒸发也是非常的厉害的，所以说希望大家水量还是要补充的足够。那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会饿的话，我们可能要带一点小点心，随时补充一下能量。然后呢，不要让自己突然间肚子很饿，然后造成一些血糖太低的现象。室内运动大概可以分几个项目，一个是肌力训练、耐力训练、平衡训练跟敏捷度训练，当然还有我们很重要的伸展的活动。好，那第一个是肌力训练，我们每个人家里面一定都会有小的保特瓶，那小的保特瓶一瓶大概500公克、600公克都可能。那我们可以借由它做简单的肌力训练。那通常我们取2个保特瓶，一手各一个。坐着的话，我们可以做手平伸，手举高，然后展开，然后呢，也可以像在健身房做运动一样，当哑铃来做训练。好，然后呢，这是上肢的肌力训练。也可以做下肢的肌力训练。我们在家里面都会有椅子，我们只要在椅子上面坐正，进行来回作战的活动。那根据每个人的体力状况不同，再决定作战的次数。好，那这是肌力训练。那在这同时呢，因为我们有重复做活动嘛，所以说这个也会有训练到我们的耐力。我们把刚刚拿来做肌力训练的2个保特瓶，把它放在地上进行敏捷度的训练。我们摆在一个适当的距离，接着我们就沿着保特瓶做8字形的行走。好，这可以训练长辈的敏捷度。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平衡训练，我们只需要用手轻轻地扶着椅子，单脚站，然后换脚。更进一步，我们也可以双手扶着椅子，做踮脚尖的动作。这样除了可以训练平衡之外，还可以训练大家的下肢肌力。在活动前跟活动后，我们建议大家要稍微做一点上下肢的伸展活动。那我们一样坐在椅子上面，上肢做伸展。上肢的伸展其实是可以像这样子去做伸展，好，然后呢，做手背拉伸的动作。那下肢呢，非常简单而且又安全的伸展方式是坐着，下肢向前，手往前伸，然后呢交替，好，这样子就可以简单又安全的达到我们伸展肌肉的目的。以上的运动简单、安全又有效，
让我们在冬天的时候也能够保持运动，维持身体的健康。